要跟我的主管机关做核备。像我们经典这边是我们市社会局的祥和志工团队，所以我们协会这边每年年初呢，都会跟社会局报备我们经理是有志工队的。这个叫做是核备。唯有这一种有核备的团体，才可以呢帮你登录。老师，好麻烦哦，登录时数还要有核备合格的志工会。我觉得这是保障我们的爱心。各位，你有没有感觉你的爱心有可能会被滥用？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感觉？现在有点道德低落呢，是什么月志工事项啊？你有没有看到有很多小朋友，国高中生跟我去做过这件事情吗？你在火车站台市的闹区，拿着一卡皮箱，那个东西吗？纸卡皮外面有纸的，也有透明的，走来走去，先生小姐去帮助一下什么什么人投一张发票或投现金。有人看过这一类的学生吗？有，你知道吗？那个箱子投进去之后，有人投现金，有人投发票，这些钱到底谁在使用？各位知道吗？我也不知道。那个有人会管吗？那个是有人要的，对哦，各位我们呢，如果拿着这个箱子公开在公共场所付款的话，这必须是合格的志工队，加上呢，你要跟我们社会局呢申请确认的一个计划就是我用合法的志工，有报准而且拿着箱子在公开的场所付发票跟付现金这是需要有政府管制，有必要。我们很担心呢，我们市民的爱心被一些呢很不好的福利团体滥用所以呢，志工也是一样，每一个志工队呢有正确合法在运作的，一定都要跟我们市政府核备一下所以这样子的话，才会保障我们的一个志工服务。所以各位我们的一个志工手册，你去服务的时候，请对方登录，你要该问一下，我现在有志工手册呢，你可以帮我登录吗？他说不知道或是不写的话，那你就要稍微想一下了他就不是我们政府呢有核准的志工队，那有可能你会被爱心滥用掉。PS 互助一下，有很多宗教团体的志工队他没有跟政府做合但是基于某些宗教信仰有些是有的，像我们这边是有一些宗教团体嘛，对不对？也有一个协会我觉得这样才是对的我们宗教团体又附属协会，又有志工服务，又遵守政府的规定我觉得这样子多元之下才会比较棒，也保障大家合法的志工权益，好不好？所以呢，这本手册是有这些事情你要注意一下好，手册的内容是一行一行一行，好像呢存折一样，你当志工就登录，当志工就登录，当志工就登录那如果你是固定在某某志工会服务的他呢通常会一季或是半年帮你登录一次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常常登录的话，一本很快就用光了。所以我们呢会希望我们志工会对长期服务的志工一季结算或是半年结算，这样子你的手册才不会很快耗光我们青年学生拿着青年学生比较不会长期服务，就拿着去做什么服务就非常明细好手册大概是这样子呢，请注意接下来依照志愿服务法规定第二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手册拿到之后，你呢去做服务300个小时，加上年资3年以上，你可以呢请志工队帮当地的社会局申请荣誉卡。有听说过荣誉卡吗？那你有听说过哇，做志工做到唯一证明去观光旅游区还不用钱吗？有听说过吗？这个是荣誉卡我们的观光旅游区公益的老人家不用钱。还有一种就是志工所以呢，志工去玩不用钱，好棒老师跟我们讲怎么申请，不简单你要的手册拿到之后，满3年加上300个小时，
这样就可以申请哦。那各位慢慢做，好不好？3年300个小时，唯有假大人员没有带记者。算看嘛，3年300个小时，1年100个小时，1周1年52周，那还好啊，1礼拜才当2个小时的志工而已嘛，那应该可以吧？有这个能量吗？有啦，1周随便挑2个小时出来都蛮有，1年就100个小时，3年300个小时，好不好？这讲起来容易，但是有时候讲起来容易的事情最难做，好不好？请大家多多加油服务是很棒啊，顺便我们的国家说呢，你可以3年300小时申请荣誉卡荣誉卡拿着呢有什么好处？各位，你想说荣誉卡要赞吗？去星光三月那里家应该去怕什么？有没有？没有。我去成品可以打个95折吗？没有。我台南市搭公车可以免费吗？没有。老师拿到荣誉卡有什么好处？有2个。第一个好处是什么呢？那个就是一种荣誉。干嘛大家都笑？荣誉就是一种最棒的东西啊！老实讲，荣誉卡没什么好处，它就是爽一下。那就是马斯洛所讲的什么自我实现我有荣誉卡代表什么呢？我3年累积300个小时以上很多志工不会拿着它去风景区玩，但是会拿着它说我是有荣誉卡的那就是荣誉卡拿出来，代表说3年300个小时你可以想想说简不简单其实是中等简单，它不简单也不是很困难所以拿到那一张证明你呢是有固定在做服务，你才有办法拿到。第2个好处，这真的好处了，你去全国各大公益风景区都可以免门票进去，但是要收什么？收清洁费加保险费。清洁费加保险费应该都是在呢10块钱到30块左右，免门票啊。所以届时未来你有那一张荣誉卡的话你不能大摇大摆走进去，你要先去售票亭那边缴这笔钱缴10块到30块清洁费加保险费他把单据给你，你才可以进去。请记得，而且是公益风景区，溪头门票多少钱？各位知道吗？8块多省，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各位未来接团要去玩请赶快服务有荣誉卡，然后呢专门选公益风景区去要赶快，因为公益风景区的管理单位反映这几年的荣誉卡越发越多，所以公益风景区赚的钱呢越来越少，未来要检讨荣誉卡的那个优待呢可能会缩水所以现在还没有检讨之前，请大家赶快拿到，赶快去享受这个福利要不然在公益风景区门票越来越贵，越来越贵。那请问有一个阿嬷说我带我的孙去剑湖山乐园，剑湖山乐园为什么没有打折因为它是私立的，不算大我们的很多风景区单位反映，老师你去跟志工讲课的时候，一定要声明拿自愿服务荣誉卡的大小跟身份证一样大张，荣誉卡为什么风景区叫我们要宣导呢？有很多志工因为多加先测，以为拿手册就可以他们在借我，他们开始讲，不是这本是荣誉卡3年300个小时的跟身份证一样大的有很多志工听无清楚，摕这本去不是听讲免费吗？拿这一本错，跟大家讲一下不是这一本不是这一本你不要到时候拿着这一本去跟风景区吵闹这样会丢脸你知道吗？不是这一本，老师再多讲一次，这几年来好多人拿到这一本，以为用这一本就可以免费，不是你们有这个问题荣誉卡荣誉卡跟新闻简给多你拿这本去风景区管理单位都跟我们讲，老师要好好宣导，千万不是这一本